係咪要揾3房單位呢？屋苑式嘅住宅項目，再加上開則實用，又會唔會適合你呢？傳統嘅豪宅地段，成熟嘅社區配套，由新世界打造嘅柏傲山，最近買賣同埋租務都有唔錯嘅成交量。而我哋今日參觀嘅單位係3套一套嘅戶型。老來景觀望返出去，雖然城市景，喺距離上亦都唔會有太大嘅壓迫感。長方形嘅客飯廳，再加上冇玄關，令到空間更加實用。廚房連接住工作平台同埋工人套，喺廚房保養上亦都非常之新淨。廚具組合都係用歐洲嘅名牌子。個人房嘅洗手間更加有活動窗，增加翻空氣流通。喺工作平台度可以考慮下點樣使用翻呢個空間。嚟到浴室嘅部分，有一個舒適嘅空間，再加上乾濕分離嘅淋浴間。房間1同房間2開則一樣，都係相對方正。而且我哋今日參觀呢個單位，不論客飯廳、房間，又或者主人房，景觀方向都係一致。最後嚟到主人套房，一入房嘅左手邊就係主人浴室，除咗有淋浴間加上浴缸之外，仲有活動窗。現時業主叫價係2560萬，由柏傲山落返去地鐵站都係需要幾分鐘時間，而且沿途都會經過超市，可以提供返生活嘅所需。